台北市内的林母姊妹啊，涉嫌甲一个1岁囡仔，这个1岁查甫囡仔开苦毒甲死。这2个人被起诉了后，检方也认定这支福联名圣诞的社工，若无照规定方式，佮提早通报林母。放事了后，这囡仔出问题也拢无通报，也拢无照规矩伫咧社工作记录。这囡仔出代志了后呢，佮含内部人员讨论讲，要安怎来应付这检方的调查。检方今仔日依照过失致死罪，也佮这业务记录无老实等罪嫌，加起诉，也希望法院就会判予伊等。一岁查某囡仔开好亲像互年母虐待死亡，负责个案之福联名的社工嘛，互检方调查。经过5个月过，即马侦查终结，8减27依照过失致死亡、业务定在无实在这个罪嫌，起诉姓陈的社工救处当刑。建请法院审酌，被告犯后态度不佳，毫无悔意。建请从重量刑。检方批评姓陈的社工犯后证后并改、藏证据、干扰办案，列出真侪项罪证，包括3改家访、提早通报年母、违反卫福部突击访视的规定，拢已经抢先意外，也是看到开身躯真侪微乌青，煞敢若听年母单方面的讲法，讲虐待受伤的拢是囡仔家己造成的。国家开的亲人讲是伊家己弄受伤的，替年母找借口。一开始的伤势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，还不至于说会致死的。可是后续是因为你怎么会都没有任何的作为？凯凯本来是有一线希望，就被你这样子切断了。离谱行为真侪，检方查出社工方式发现，囡仔表情惊吓，有勒喙齿、勒头毛的个阴情访，竟然无提过家访频率，嘛无依照规定通报。为移民内规到儿少权法各项规定，伊拢违反，互囡仔错过另外安置的机会。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疑虑。是。前日福高层捌讲相信家己的社工，毋过姓陈的社工互人查到涉嫌谎诈无实在，无按时写工作记录。伫案件发生了后，甲2名总督导等人开临时Skype群组讨论安怎修改补写，替家己下借。导致死亡的原因，当然是这个保姆的虐待，除非他是串谋，或是他跟他同伙不然直接控诉我们过失致死，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沉重。回顾专案开外妈经过2名的介绍，甲囡仔交由姓老的年母照顾，互人控告1天，敢若互伊食1顿。当天互伊无穿衫发徛，照顾较无3个月就好虐待死亡。4月互人起诉了后，这届佫查到社工原来有疏失，2名回应无任何暗号的代志。教育局由儿福联盟承接的案子还有3个，案发前其实就已经委办儿福联盟来做承接了。目前是还没有相关公告说他们是采购法101条有被记点的单位。这件案件互人真关心，各界嘛请看伊，即马这个制度有疏失，要安怎有效补救，莫阁有下一个开受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